台湾地种者家长总会参一本性格会，也有台南美术馆合作，用艺术是自由的力量做主题，有台湾甲日本各强50位智能障碍者200多件艺术品来参加展览，各项艺术品拢是独一无二的。这毋那是一场台日的交流活动尔，因也希望讲大家更较注重文化边缘的议题。 700多内底有各种无同的摊摊，这是今年21回所艺号的创作。伊妈妈讲，因为得到罕见疾病，情绪较歹控制，自从接触画图了后，伊真介家己的世界用笔画出来。台南美术馆展出侪台湾甲日本的智能障碍者的作品，每件作品背后拢有一段伊要表达的想法。侪囡仔家长认为，这摆展出对因来讲是真大的肯定。竹节虫家族要结婚了。 就是这2只昆虫与我们人类的日常结合在一起，比如说昆虫会结婚，昆虫会开住户大会，他能很开心的享受在这个画图里头，不是因为任何目的。 然后才要去画画。这种艺术是自由的力量，是台湾智障者家长总会参日本性格会合作，有50位智能障碍者的作品来参展，拢总展出200多件无同风格艺术品。策展人讲，素人艺术家的心智总是自由又有力量，这毋那是台日交流，主要毋望借由展览，通落实友善平权的理念。可以知道新视障者他们有艺术天赋，不是说什么都不会，然后还有就是进而可以认识他们，然后接纳他们。 可以跟平常人一样这样子受到尊重，在社会上属于小众，但是我们主要的精神是世界上给他们有所障碍，而不是我们给他的障碍。这些画作可以多多认识这些智能障碍者，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是非常突出。展览今仔日开播，在场的每一个人手提纸做的飞行机，兼画起背口号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有象征艺术创作是自由自在的，未受到束缚的限制，展期会持续到5月中。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。